哎呦，你抬头皱纹也太多了吧？你在看谁？看爸爸呀。明金城甲因查某囝伫讲话听会出来，伊真欢喜。陪伴囡仔敢若20天尔，因某佩蒂伫过身后，头一摆抛出这段影片，当时将相片换掉，抑过无写字，好像想要透过这个影像留下上美好的时刻。早起，明金城家属开放灵堂，和亲戚朋友对视，同时嘛公开伊的微照。这是明金城在生时真难得留落来形象相片，未少演艺界好朋友有去灵堂悼念，包括6月高宇珍导演、邓安宁、杨丽英加温升豪。就大家要保重身体嘛，然后人生无常啊，要珍惜家庭嘛。那亲戚朋友怀念这个亲切的导演明金城过身前3天，伫某一间餐厅用餐的相片嘛被公开。头家张英华讲，当时明金城心情真歹，更加唔甘因某生产时拄到难关。佩蒂从鬼门关走了一回回来了，剖腹生产嘛，剖腹生产，然后完了以后就是伤口已经缝回去了，结果完了以后就后来又突然间又有血根。整个的，就是担心啊，那个焦虑已经，他都快爆发了。唔甘因某艰苦讲袂出来，其实明金城慢慢抛出因某双脚灌水的相片，形容当时伊是徛盐梯坐盐梯，佮甲囡仔讲一定要好好友好老母，也若无会甲因修理。即马明金城已经离开世间，留下囝儿逝世。一家伙4个人虽然减一个，不过大家相信讲，伊会用无同款的方式，永远陪伴伫因的身躯边。想要获取更多新闻资讯，想要看到主播最新的动态，赶快订阅华视 YouTube 频道。